大家好，原來45歲至60歲竟然係輸家世代。經濟學人咧最近有篇分析報導咧，就作出呢一個咁嘅結論喎。佢個英文嘅標題都幾嚇人嘅，叫做 Why Generation X is the Real Loser Generation。其實 Gen X 呢樣嘢咧就唔係咩新嘢嚟嘅，就應該喺91年嘅時候加拿大有個作者Douglas Coupland 咧就應該係寫過本書，咁自此之後咧形容咧 Gen X 咧就係呢一個particular 呢個年代出生嘅人啦。簡單嚟講咧 Gen X 就係1965至1980年出世嘅咧，就叫做 X 世代。咁其實而家咧坊間都幾具體嘅啦，講出有包含晒所有人㗎啦，因為橫跨100年啊嘛出生6個世代。第一個咧就有啲公公爺爺嚟㗎啦，就係1928至1945啦，佢哋叫做沉默世代。最 happy 最開心嘅咧，大部分喺社會學會形容咧，就係 baby boomer，就係1946至1964年出世嘅。而 Gen X 咧，正如之前所講咧，就係1965至1980年出世嘅。咁喺之後咧，我又有3個年代喎，就係千禧世代咧 Millennium 啦，同埋 Z 世代。同埋 Alpha 世代，千禧世代簡單嚟講就係用互聯網啦，而 Z 世代咧就係玩手機，而 Alpha 咧直頭去到 AI 世代。咁 X 世代點解好似咁黑仔咧？咁呢方面咧其實就你又諗唔到喎。原來經濟學人咧就有一個都幾詳盡嘅分析。佢第一個理據去講點解1965至80，即係45歲至60歲嘅人咧係屬於輸家世代咧。第一個理據就係話佢個收入增長特別差。佢根據咧就係美國應該係叫美國企業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做嘅研究咧，就發覺呢個世代嘅人，呢個 Gen X 世代嘅人喺36至40歲咧，實質嘅 real income 咧個中位數，即係實質中位數嘅增長幅度得16%。呢個咧係明顯少過晒其他嘅世代，例如 Baby Boomer 嗰個咧，佢咧就喺36至40歲嘅時候咧，個增長幅度比上一代，例如話沉默世代咧，係遠遠唔止16%嘅。咁而咧最低就係呢個 Gen X。咁呢個咧就係佢一個理據。另外一個理據咧，佢就引述一個叫做美國阿肯色州大學做嘅，就係個財富累積又係差過人。Gen X 咧，如果以31歲為例嘅話咧，佢嘅增長咧只係遠遠係唔及其他嘅。佢以千禧世代同埋Z世代嚟嘅話咧，呢個財富增長喺31歲嘅時候咧，係 X 世代嘅2倍。咁啊，即係簡單嚟講，之前講收入增長又唔及啦，財富增長又唔及喎。咁呢個咧，即係點解會咁咧？其實我初步睇翻咧，又唔係好難明嘅，因為咧X 世代嘅時候到佢30歲嘅時候，啱啱就預證咗叫做科網爆破。科網爆破2000年冇幾多，6、7、8年之後咧，就到金融海嘯。佢30零歲頭嘅時候，遇着2鋪咁結嘅時候，咁佢嘅收入增長同財富累積，咁自然梗係差過人咯。仲有經濟學人都唔止啲揾咗呢2個研究，佢仲揾咗一個叫做Ipsos，即係叫益普索，都係一啲幾知名嘅民調公司啦。不過呢個 opinion pool 就係叫軟數據啦。佢就揾咗30個國家呢6個世代嘅人進行訪問。咁咧 X 世代即係45至60歲，而家2025年嚟計啦，31% X 世代嘅人都表示不太快樂，完全不快樂，係咁多世代入邊唔快樂最高比例。咁咁樣聽完之後咧，即係都戥 X 世代心傷啦。仲有經濟學人咧就做咗一個佢個本身雜誌嘅分析，就係美國財政紀律咁差，到2033年，即係大概8年之後咧，其實美國嘅 social insurance 社會保障基金咧有機會爆煲。
咁如果嗰陣時真係要爆煲咧，應該呢個叫做全民長俸咧，有機會減2成至2成半，即係8折或者7折半收數嘅。咁呢個時候正正又係呢個 X 世代，佢到時變到60、70歲開始領翻養老金嘅時候咧，就係要水瓜打狗斬緊截。咁經濟學根據呢4樣其實係唔止嘅分析咧，咁我費事列太多，因為已經有6、7樣。咁去證明 X 世代特別慘情。咁聽完真係有啲灰嘅，咁但係我又唔係完全認同晒嘅。個原因係點解咧？呢啲調查咧未必有絕對性，只有廣義性。嗱，大家諗一諗啦，世界首富係邊個先？馬斯克 Elon Musk。咁佢幾多歲咧？而家佢就1971年出世嘅，佢就係 X 世代。而家普遍人即係估計佢嘅資產值咧都有4000億美金。4000億美金係一個咩 number 嚟嘅咧？香港政府咧就每年大概使7000幾億港紙，當1000億美金啦。咁即係佢嘅財富咧夠香港政府使4年，咁已經係一個驚人嘅財富數字啦。咁佢點會係輸家咧？仲有就係香港其實都算一個好成功嘅商人啦，就係阿 Richard Lee 李澤楷咁。咁佢1966年出世喎，佢點會係輸家？佢有 X 世代。其實佢有段古嘅特別易記，佢個出生日期係屬於 X 世代，因為咧99年嘅時候咧，佢要買殼，咁佢我都係聽聞啦，當時係記者咧，就係佢買一隻殼，嗰個殼咧叫德信佳呢個殼股，佢個 number 咧 stock code 咧係1186，咁佢係1966年11月8號出世嘅。咁喺幾隻殼一睇，咦？呢隻股同佢嘅出生日期好接近，結果咧佢就係買咗呢隻殼1186，之後咧就改名做盈科數碼動力，最終咧仲鯨吞埋香港電訊添。咁而家即係已經係一件20幾年前嘅事啦。咁你諗下，咁李澤楷又點會係輸家世代一份子咧？甚至乎而家最近喺澳門搞緊演唱會嘅鄭秀文係天后級嚟㗎啦。咁佢都係72年出世啊，佢都係 Gen X 啊，咁佢又點會輸家咧？咁所以咧，我想講佢呢種分析咧係一個參考嚟嘅啫。不過咧，其實呢個亦都唔係全新嘅嘢嚟嘅。其實咧，大家要留意翻咧，應該10幾年前啲社會心理學咧都有做過，嗰個叫做人生 U 型曲線研究。其實咧就係應用喺所有世代都啱。點解咧？年輕人20零30歲嘅時候，幸福感梗係強啲，又有理想。到60歲之後咧，開始即係冇話認命，進入一個退休狀態，亦都會承認咧個生活就係咁樣啦。咁就好似個笑哈哈咁嗱，兩頭咧都係喺個微笑嘅哚度，即係25至65，最差咧就係45啦。咁點解咧？呢個其實唔難，因為喺40、50歲嘅時候，事業又有壓力，健康又開始轉差，負擔又未解決，即係下邊又要養，上邊又要，即係中國人嚟講更加明顯啦，上有高堂，下有僆仔。咁所以呢樣嘢 apply 喺每一個世代都會喺40、50歲有壓力。咁而家2025年，咁40、50歲咪 Gen X 咯。不過咧 Gen X 確係咧有少少不幸嘅，就係遇正喺美國嘅情況尤其嚴重，就係佢哋啱啱開始變為一個中年人嘅時候咧，就遇正即係科網爆破啦，同埋遇正個金融海嘯嘅。無論如何啦，呢方面嘅調查咧都係俾大家咧作一個參考啦。有陣時攞嚟作一啲談資咧都唔錯嘅。今日就講到呢度，有機會下集再見。